英國住宅租金升咗3.5%。英國國家統計局啱啱公佈咗截至今年1月嘅平均租金升幅為3.5%。喺英格蘭，平均租金嘅年升幅都係3.5%，達到每月1423英鎊。英格蘭東北部同埋西北部嘅租金嘅升幅喺英格蘭排行第一同埋第二，分別為8%同埋6%，而倫敦嘅升幅則包尾，只有1.1%。倫敦嘅平均租金為2253英鎊，英格蘭東北部同埋西北部嘅平均租金分別為767英鎊同埋941英鎊，好似喺度追落後咁。想投資英國物業嘅你，會唔會喺呢啲數據當中揾到投資機遇呢？若果想獲得更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